中國仲有啲鬼佬嗰啲科學或創新科技乜乜物咧，其實係將來我哋如果冚家鏟咧，就係死喺嗰度啊！點解咧？第一，大家知道喺內地市場冇人行街嘅，十室九空嘅商場，就係嗰個網購，仲有低空經濟，遲啲唔使人都唔使送啦，揾無人機送係。早幾年我坐喺啲食肆度，有架 AI 公仔嚟送 serve 嘅，我仆街啦呢個！屌乜大佬嗰啲用學養好撚多勞工㗎。好啦，你再整撚到話俾無人的士揸車養妻活兒㗎，你班咁嘅撚樣濕鳩學者，你會撚到個後遺症啊！印度嘅科技唔撚會輸俾西方世界好多，你哋知唔知啊？特別嘅軟件，點解仲喺磅卑好多城市仲要俾人踩架單車送飯盒咧？養好撚多人㗎！點解而家咁撚多僆仔讀完書冇嘢做啊？個個教啲 AI 啊嘛，用少撚多人手咪話撚着數啊？你自己玩下得，同埋仲有一樣嘢，如果你個人用 AI 嚟喺個日常度咧，你變咗冇撚咗腦嘅人㗎，你知唔知啊？你完全冇撚得思索能力嘅，照抄，咁你抄啲嘢實啱嘅咩？輸撚死你啊！嗱，我哋作為中國人，借語重心長，俾個嚴重嘅警告，唔搞得咁撚多㗎。喂，如果酒樓飯館你要咁撚招用 AI 公仔推嚟推去啊，養妻活兒嘅打份工靠佢啱唔啱啊？佢哋邊有人諗呢啲咁嘅賤撚事嘅啫？馬雲咪諗過咯，無人鋪。佢又梗係冇事啦，而家唯一行緊翻轉頭點咧？真係要學法國、比利時啦。咁撚黐曬啲汽車，大部分全部踩緊單車送外賣、送剩。嗱，咁撚有啲人有公開啊！我慢啲咁撚快替死咩？幾十萬人、100幾萬啲國仔咧有錢啊，瑞士嗰啲玩得，丹麥嗰啲啱唔啱？有資源嗰個國家你玩得最新科技，咁多人口，你要俾就業機會佢㗎大佬，你俾曬啲 AI 公仔代替個老細梗係好啦，以為好撚着數，但係整個社會結構會冧㗎嘛，啲全部啲人都意識混亂嘅啫，你當好侵咗咧，就美國佬，屌你咁你全世界加關稅，咁咪對方咪加撚翻你咯，罷買美國貨得唔得？加拿大咪咯。咁但係問題就係邊個冧先嚟㗎？咁咪鬥銀力咯，美國佬你幾廿萬億債你唔使俾利息咩？成40萬億㗎嘛。佢嗰個債券，不過佢都計過數嘅，佢有計過數啦。佢有計過數。佢而家佢對等咧，佢係着數好多嘅。跟住佢嘅最重要一樣嘢係逼撚翻你嗰扎咁嘅古惑仔咧，要翻嚟自己國內投資，支撐住個勞工市場，跟住清撚使你嗰班冚家產大食懶，掃撚走曬你嗰垃圾移民。喺佢個立場咧係有數計到嘅。佢美國科技發達嘛，但係全部嗰個工業化空心㗎嘛，全部搬咗出去嘛，個失業率會越嚟越高，個社會負擔咪越嚟越大，同埋你影響咗個生態環境喎，人嗰個本身喎，唔撚中意出街啦，冇撚咗嗰個人氣啦，冇咗個人流啦，個個踎喺屋企黃鳩鳩，個城市就咁樣死㗎嘛。